为了推销分段发票，财政部各税局举办抽奖的活动哦，上大奖是有现金10万块，佮有上新的苹果电脑甲手机等产品，有9万多人参加，也毋过得奖的名单竟然有4个人中奖，就有立委质疑讲财政部造假，也毋过财政部否认，嘛表示讲已经有请台北各税局来调查咯。有高达9万多人来参加，而3次的抽奖的最高奖品分别是奖金10万元，还有 Mac 笔电以及 iPhone， 竟然有4个人重复的中奖2次，这样的几率简直是打破金氏纪录。如果这其中有包含不管是财政部、国税局或者委外厂商有任何舞弊诈欺的地方，该办就办，绝对不能宽待。参加人的资格其实只要符合条件，他就可以不断的参加。每一次在抽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有把名单经过我们律师的验证，我们请台北国税局去详细的查证一下，是不是这个抽奖的这个系统中奖的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请台北国税局来详细的查证中。台北国税局指出，讲活动分3期哦，一期有10张的分段发票，就有1届抽奖的机会。得奖嘛是会当去继续参加，因为有4个民众中获得奖，外界质疑讲无公平，嘛已经展开调查，这几天哦，就来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。